頭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宜蘭蘇澳這個漁船專槍龍168號，去年掠到蘇澳第一尾烏甕鰭，當時嘛是全國的第一鰭。啊，昨個傳出着好消息，講掠到一尾276公斤重的烏甕鰭。這小連續2年攏掠到蘇澳的第一鰭，真正是有夠厲害。慢慢啦！盡管是拼死命在游，一尾比人佫較大的烏甕鰭總算互游起來。賣看鳥的無點，這尾魚是今年蘇澳頭一尾。宜蘭這個漁船專槍龍168號，測試為南方澳出海，從台埔佇咧台灣東部外海掠到烏甕鰭。船長林基俊隨向蘇澳漁業電台通報，今仔日早起順利入港。烏甕鰭經過測量，甲齒體雕剝6公斤了後，總重量276公斤。很好抓啦，對啊，所以它沒有藏很深，它算比較浮在水面啦，所以比較好拉啦。拉的時候它會一直跑這樣子而已啊，然後船要跟着它一直跑啊。掠到今年蘇澳頭一尾，船長林基俊是喙笑目笑，其實伊是頭一尾上勝軍。2020年，佇咧釣魚台附近的海域掠到當年的宜蘭頭一尾，重大約200公斤。去年，佫佇咧台灣東北外海掠到重大約216公斤的烏甕鰭。鑑定了後，那是當年的蘇澳頭一尾，佫較是全國第一尾。今年佫再摕到蘇澳頭一尾的名號，完成連莊。就像你去買東西嘛，你看到很多人在排隊那個地方，就是比較好吃啊，所以我找船多的地方，那邊可能就比較有魚，然後先排隊啊，還多紅氣紅魚啦，還多咩腳外魚啊，我都給撈起來啊，魷魚跟那個啊青魚啊。今年蘇澳頭一尾會擱再做拍賣，林基俊表示，去年受到關稅影響，拍賣績效無介好，希望今年會當有好成績，比去年佫較好，伊家己賣真期待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